这活动愈办是愈进步，唔通愈办愈倒退。为着要研究这推展国家基建相关的事务，照国家基建发展法的规定，2年爱办一届国家基建发展会议。第一届是伫咧2021年，文化部说是拖到今年的7月，才过来办第2届。针对最近讨论甲正热台基名称这个议题，一礼拜六头一场台北分区论坛呢，就讨论到。不过无亲像第一届有网络直播，敢若开放现场的民众来参与，而且对这款的做法呢，对无到到现场的民众来讲，恐惊是真大危害。最近台基正名议题吵到正热，基建名称要安怎叫，这嘛是国家基建发展法无明确规范所留落来问题。文化部打算自7月至9月举办国家基建发展会议分区论坛，第一场上头先特别来谈台基名称的议题。当初迄个伫台语的部分，阮有3迄个书面建议用语嘛，这是台湾台语，这是台语，搁这是台湾闽南语安尼。就是讲这个会议若讲大家讨论出来，大家感觉讲一定来。迄个敢若一个，咱就过来讨论讲是毋是敢若一个安尼。第一场按算伫台北的华山文化创意园区举办，会分4大议题来谈台基安怎下令及推广和国家基建研究发展中心等等。原来负责国家基建书面建议用语本过的学者是表示，会互民众了解台基名称在台湾无共历史阶段的变迁，嘛有统计伫民间也是学术界安怎称呼，也个有台基的英语名会当安怎叫等等。包括第一项就是争议的历史，是安怎其他的族群的基建名称啊吼，拢是其他族群家己决定。但是台语啊吼，就是爱甲其他族群的人来做伙讨论。第2部分就是基建使用的现况，都包括基建历史方面的。最后一个就是伫营业的时，那既然安尼营业的时，咱有啥物选择？大概是这6大部分是我报告的方向。文化部表示，分区论坛计共有7场，面向有包括台湾台语、金门腔、马祖语和台湾手语。分区论坛是10月正式大会进行意见收集的过程。文化部表示，这意见嘛正做未来政策的参考。目前第一场已经开放民众线顶报名，不过这届无像2021年第一届举办的时阵有网络直播，敢若开放现场参与。伫咧会后嘛，袂有录影片放伫网络，对这无法度到现场的民众来讲，恐惊是真大危害。记者卢尚如、柯炳哲台北报道。